中国人现在在泰国真的有点不受待见，这地方。我刚才不玩完了往家走嘛，因为离得也不是很远，所以我就慢慢往家溜达。完了呢，突然有2个警察就给我拦下了，骑摩托车撵上了，然后给我截下来。接下来要查我的护照，然后又翻我的包，问他是什么目的，他说查这个毒品。可见呢，就这几年，这中国人在泰国都搞了些什么东西啊？我真的他妈让我服了。哎，好多人都说泰国现在这样，狗都不去。但是你想想，我们把这个话又说回来，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捋一捋，它是泰国变成这样的吗？在这儿搞事情的都是中国人啊，同胞迫害同胞，然后搞一些这个违法的事情，让泰国的政府也很头大。所以，真的是泰国变了吗？铁铁吗？就好多人一提起泰国，哎，我才不去，该要的这那的。他本地人告你要的吗？哎呀，为啥就是现在这个待遇，我的感觉中国人在泰国的这个待遇，一天不如一天。归根结底就是你在人家地盘上破坏人家的规矩，人家是真不惯你，真不惯你毛病。